係好尋常嘅食材嚟嘅，但係我發覺好多人對綠豆嘅理解咧，都只係集中喺佢寒涼啦，女士要小心啦。除咗可能會忽略咗一啲關鍵之外，有陣時咧，你只係記住一啲以訛傳訛嘅觀念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講下綠豆嘅特點，同埋點樣真正善用綠豆。人人都會話綠豆寒涼嘅，幾乎搞到咧一提綠豆咧就面色都變埋。其實每樣食材都有正反兩面，只係睇你係咪識得用，點樣用，同埋你用得恰唔恰當、合唔合時。如果用得啱，佢咧就可以係紅掌；用錯咗、組合錯咗，其實好多嘢咧都可以變成砒霜嘅。綠豆雖然係食材，但佢嘅殼，即係個綠豆衣咧，係可以入藥嘅，因為佢有清熱、解暑、解毒嘅功效。亦都因為咁樣樣咧，你係可以喺中藥大辭典裏面揾到綠豆呢一行嘅。至於綠豆嘅成分咧，主要就係胡蘿蔔素啦、蛋白質、果糖、磷脂酸等等。藥理方面咧，佢主要係用喺消炎、殺菌、降血脂、抗腫瘤、解毒。喺古代食物中毒或者農藥中毒咧，當時係冇洗胃呢樣嘢噶嘛，用嘅咧就係綠豆4兩、甘草幾片，熬成綠豆甘草湯嚟到解毒嘅。我細個嗰陣咧，生過而家所謂嘅腮腺炎啦，即係叫做炸腮啦。家母咧就會用綠豆煲腍佢，開晒花，淋晒辣，最後加少少白菜心，再煲佢10零20分鐘到啦。咁啊，一早一晚飲大半碗，炸腮咧係好得特別快嘅。仲有一段時間，因為我中意食一啲香脆可口嘅食物啦，咁就會容易出現口瘡。如果成日都唔戒口咧，就會容易產生呢個復發性口瘡啦。都係靠綠豆湯嚟到解毒解暑嘅。好多人咧都一面倒話綠豆幾寒涼幾寒涼。女士生理期咧要避免。雖然呢啲忌諱咧冇唔啱嘅，但係其實綠豆咧亦都唔係十惡不赦。食一碗綠豆沙，除非你身體係異常虛弱嗰種啦，否則佢又唔至於會令到你萬劫不復嘅。如果話寒涼咁影響女性生育功能、脾臟功能，喺香港呢啲咁嘅氣候，如果你經常咧都食魚生、飲昆布湯、飲凍飲、食雪糕、食淋柿，咁咧先至係對身體最大嘅摧殘。綠豆衣入藥，但係咧綠豆蓉對於有皮膚敏感，仲有就係一啲嚴重濕疹嘅人咧，佢係會令到情況惡化嘅。我有個朋友咧就係有濕疹，佢調理咗好返啦，之後又反覆，咁佢好唔明白點解啦，覺得點解咁難醫嘅咧？最後經歷過審問先知道咧，佢好中意食綠豆蓉嘅糕點同埋果蒸粽，咁所以咧情況就一直反反覆覆啦。因為有啲人發作得快，有啲人咧就未必係即時察覺嘅。咁所以我成日都告誡身邊嘅朋友要小心飲食，意思咧就係留意自己身體同唔同食材帶嚟嘅反應，咁先至可以避免一邊食藥，你又一邊食一啲唔啱嘅食物，拖延咗個病情，你又嘥咗錢，飲藥咧又辛苦。同埋我發覺咧，好多身邊嘅朋友甚至乎屋企人咧，都係成日身體唔舒服咧，就會答你話：我冇食啲乜嘢啊，食得好清啊。但係經過我嘅盤問之後咧，先至發覺其實真係有食錯嘢嘅。嗱，單係一味嘅綠豆沙其實係唔會食壞人嘅，反而臭草咧性寒。香港人好中意用臭草嚟到煲綠豆，咁你係寒底嘅話咧，就真係寒上加寒咯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正確咁樣理解每一種嘅食材，佢嘅利弊，仲有喺唔同情況下嘅應用，就好似知人善任，你將最適當嘅人擺喺最適合嘅位置，先至能夠發揮到個效益嘅。